再来关心台南天9日的疫情，各位团小，昨新增加408例，创一日的新高。目前伫台南负责指挥防疫的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是表示讲，这礼拜是疫情的高峰哦。也毋过伫拜一、拜二，炭病网的指数已经开始降低咯。中秋连假了后，疫情应该个缓和。天9日防疫人员爬上推青天交要排毒排水的优山，另外一方面，防疫人员也对户外加强化学防治。台南天9日防疫大家是做伙动员起来，不过民众也讲，这卫生局执行化学防治了后，却出现青份人对厝内面翕相也无穿公布假出示证件，烦恼是诈骗集团要来探路草。你无背景，你嘛迄落迄块迄落名牌嘛，哎呀爱家的啊！你会做成人困了我，啊你是要来就要创要扯惨呢？成人困了我，啊你是要来就要创要扯惨呢？民众报警察相关单位赶紧出来配合，防止讲是青份人的是公诉理干事，伊出外巡查日后也会加强教育训练。基本上，其实不管是李干事或者是防疫的，我想同仁还是要带有识别证，或者是穿着公所的背心，那个表达他的身份。台南天9日病例26增加408例，创下一日新高，而且预估这累积病例数会超过1万例。去到台南的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评估，这礼拜疫情来到上高峰，按算后礼拜会降落来。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是以这个像南区、还有北区、中西区等等这些本来的次级热区病例上升的速度比较快。那所以目前这一周的作战目标就是要这个保全战果上周好不容易反转，那我们会维持这个防治的力道然后加强稽查一些这个社区当中的这个隐藏的滋生源，特别是屋后的天沟，希望能够在中秋连假前后把这个病例数再度压制另外，针对着一直转药啊引起民众埋怨，市政府也宣布对29开始变做是转一届药啊了后，会继续来清除这生网的来源，加做主要手段。若准生网来源伫咧清除过程，又搁发现炭病网，也是用水烟的方式来台网。记者综合报道。